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政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这古早的旧契约书内底有真侪学问，咱来同齐开讲一下。要卖田地要卖，也是讲田地要别人做，也是讲要摕田地去共断，要去共借钱，卖白垫借，拢是爱用写契约的。毋则台湾一句俗语话咧讲纸头无名，纸尾无字，因为契约书就是遮尔啊重要。按清朝时代，按大明帝国郑成功来到台湾的时代，这旧契约书，咱真正会当看出，迄个时代社会变迁。毋则人讲1000年的田地800主，啊100年的田地，即中间自契约书会当看出悲欢离合。纸头若有名，纸尾嘛有字，安尼咱才有权利。契约书就是遮尔啊要紧。啊，原因就是对遮来，所以较早咱咧看契约书的时阵，原来有真济古早的元素伫内面。咱若互遮个研究台湾史的专家来讲互咱听，就会发觉讲，干若看一个契约书，迄需要真济学问呢。比一个来讲，国政啊讲互你来探讨一下，内底有一句话，契约书字头字尾拢会写讲道卖真金。即句道卖真金意思是安怎样？道者就是讲杜绝。就是讲禁止，就是讲甲你踢掉的。啊，真金就是讲已经到铁底啊。道卖真金就是咱即回卖咧，咱就是未来无牵连啊，无牵碍后。但国政啊，倒一张契约书毋是安尼，有影较早契约书都毋是安尼咧。永早若无写一个道卖真金，啊，佫有真济事尾哦。尤其咧看即个契约书，往往原来其中有8字，定定。无论讲国政头拄仔讲的，田要别人做。也是讲要卖人，也是讲要摕这个田去共断去共借，共挖淡薄仔钱出来开。内底的契约书尾下拢会写一句讲：二比甘愿，各无反悔。就是讲你甲我吼，3人5目谈遮，两头拢甘愿啦。啊，个人即张契约书2目写好，咱就绝对无反悔哦。安尼叫做二比甘愿，各无反悔。所以就国政啊所在，虽然契约书有典客，有借客，有卖客，有白客。毋过社会咧流传一句话，因为咱两个就是二比甘愿，所以我甲你买就是买倒转的。即句台湾人所讲的倒转，就是未来大家毋通搁吵嘴啊。啊，毋则民间安那一句话，针对即款契约书，老辈拢讲做啥？拢讲做甘愿字，毋知影观众朋友你捌听过无？甘愿字就是咱即摆咧讲的同意书啦。即摆咧讲同意书，较早老辈听无呢，往往就是流传。对国政啊，头拄仔提起的讲二比甘愿即句话来，所以各种的文书咱讲，你甘愿字爱写出来，甘愿字写出来，此后就是心甘情愿，就是无反悔后。这是今仔日解文说字，将过去一寡古早的文书契约内底定定咧用的字幕，讲出来，互朋友做参考。过来，国政啊，继续甲你介绍。